我爱同我来保护桥。哇，还等人写哦！二平，恭喜哦！生日又去太嘞，一个零一嘞，恭喜哦！财登两旺，该在年年托60人内来登记，那么爱发300口以上呢。二平，你生日呐，唱也聪明，唱爱将，唱个大13万。有奖么？老啦。来，请写了张申请书，名就按好了嘛。我们俩行还是得量生育津贴补助1万口，有带身份证吗？有啊，头两行蒋云记。安姑姑，哇，云记小戏很得人写个，将来听出真聪明。我当日都同佢讲当道话哦。当日看见佢日胖态，我是欢喜嘞。阿爸帮妹，听出没当欢喜哦。今日当日一行床，看用笑面，提起件事是系来南云记呢。很好呐，还有二平，嘟好，我们富圈嘅妈祖庙要托送宝贝祈福台，等下手续办好，是得去看下。希望生日是得平安泰康。好啊，老啦。这是亲新界户口名簿，规费30口。请问来宣刷办理小朋友嘅健保卡吗？好啊，麻烦请写小朋友嘅名、出生日期、小朋友嘅身份证號碼係 B123456789。另晚，我們做下會同步通報健保局，其次會自動加保。小朋友係聽阿爸投保係嗎？冇唔錯。好，認知小朋友係第一擺辦健保卡，唔是收費。健保局同我們有檢機關連線，2到3個工作日是我同健保卡寄到業務卡。請問係要寄到戶籍處置，也係其他通訊處置呢？哇，按方便，請寄到戶籍處置時候。好啊，列行沒有注明小朋友係聽阿爸家保嘅，我們資料做下傳送出去咧。這是健保局嘅服務專線，下次擺有乜嘅狀況，唔單請報小朋友嘅資料，健保局一查是對咧，麻煩點一下。這度係生育補助1萬口，這位請簽名。好，安尼就是得咧，恭喜哦，二平。